在《雪中悍刀行》当中，江湖中的绝世高手大多都有指点小辈和收徒的习惯。成为武道大宗师后的徐凤年也收了不少徒弟，每个人都得到了最好的教导。不过要说对徒弟最好、最感人的那几对师徒情，徐凤年是排不上号了。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那些最催泪的师徒情。第一对，赵西团和徐龙象。赵西团作为龙虎山上西子辈的老天师，身份高贵。不过和其他的天师不同，赵西团对于天师的气派阵仗完全不在乎，不住在天师府，反而是住在一个破烂道观中，在龙虎山的道士眼里是个异类。赵西团一生都扑在了道上面，对于修炼却不怎么上心，曾和李淳刚论剑，和轩辕大盘比拼过力气，还曾和大天师齐宣真论过道。一生无儿无女的他，在收了徐龙象为徒后，便将他看得比自己的命还重。生而金刚的徐龙象在武道上天资绝世，但是受到了哥哥徐凤年真武大帝转世的气运影响，一出生就是个痴儿，只听自己哥哥的话。之所以答应去和赵西团修行，也是为了以后能够帮自己的哥哥。收徒徐龙象对于那个时候的赵西团来讲，无异于老来得子，因此他对这个徒弟极为偏爱。为了让他在山上的生活能够开心呢，又是哄他钓鱼，又是哄他去摘山楂。别人求着想学的大梦春秋啊，赵西团也是要哄着徐龙象去学，把徐龙象当成自己的儿子在养。因为用情至真，在徐龙象帮他拍掉肩膀上的尘土时，就会感动到老泪纵横。徐龙象下山后，赵西团就像个盼儿归家的孤独老人，守着他到山楂的井口，怅然若失。再算到徐龙象将要面临天罚时，这位常年不修边幅的老天师第一次穿上了自己的紫金道袍，自出双眼，在额头上画了一道血迹，强行开天眼。开天眼后毁掉了自己的本命金莲，最后为黄蛮儿当了一次劫。师傅。第二个，韩雕寺和赵凯。韩雕寺作为里阳王朝10万宦官之首，一手指玄秘术出神入化，擅长指玄杀天象。在徐骁马踏江湖的时候，韩雕寺也没闲着。江湖上那些刚入一品境界的高手，绝大多数都死在了韩雕寺的手上。作为皇帝最忠诚的护卫，韩雕寺替皇帝清扫了很多的障碍，不光是虐杀了江湖上的一品高手，徐凤年游历江湖的那几年里，遭遇过大大小小的刺杀，绝大多数都是韩雕寺安排的。吴素当年的京城白衣案，韩雕寺也是主谋之一。这一战后，吴素受了极重的内伤，造成了之后的早逝。韩雕寺功不可没，对待外人心狠手辣，韩雕寺对待主子却很忠心。当年曹长钦3次刺杀皇帝，都是韩雕寺在挡着。不仅对皇帝十分忠心，对皇帝的私生子赵凯，韩雕寺也是做到了极致。当年赵凯的母亲一碗饭，一生韩相公，让韩雕寺感激了一辈子。滴水之恩，涌泉相报，女人早死，韩雕寺便把这份恩情全放在了赵凯的身上。为了赵凯，从不争名夺利的韩雕寺也开始帮他谋划皇位。为了这个私生子，韩雕寺将和皇帝之间的情分消耗殆尽。在赵凯被徐凤年给逼死后，韩雕寺发了疯一样为他报仇，一次次的袭杀，逼得徐凤年狼狈不堪。最后还是借了随血谷的剑，才将这位疯狂的人猫一剑穿心。如果不是为了赵凯，靠着对皇帝的情分，韩雕寺本可以富贵安稳的过完一生。在《雪中悍刀行》当中，江湖中的绝世高手大多都有指点小辈和收徒的习惯。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那些最催泪的师徒情。第三个，邓太阿和李怀念。邓太阿身世坎坷，从当年吴家剑种出来后，在路上救下了一个倒在雪地里的孩子，这个孩子就是李怀念。或许是可怜他和自己一样无父无母，于是便把他收为自己的弟子。从此以后，邓太阿的身边多了一个絮絮叨叨的人。邓太阿作为全书最为洒脱之人，几乎没有人没有事儿能入他的眼。用他自己的话来说，就是事不关己，高高挂起，天下的事情再大也大不过他头上的3尺剑。也是因此，邓太阿才是最无牵挂、最洒脱的人。他可以由着本心去做任何的事儿，但就是这样对任何事儿都不关心的桃花剑神，偏偏对这个捡来的徒弟十分用心。邓太阿会手持桃花枝，会成为桃花剑神，也是因为找王仙芝决战的时候，这位徒弟吐槽自己的师傅手里没有武器，于是便说了一句：“好歹拿一根桃枝也好啊。”邓太阿有很多不喜欢的事儿，但是这个小徒弟要是喜欢，邓太阿也会去做。在得知自己的小徒弟要成金时，这位剑神当了几个月的店小二，赚了10两银子，给自己置办了一身新衣服。得知亲戚喜欢佩剑之人，从不佩剑的他，也破天荒的配了一把剑。去到蜀地后，得知自己的徒弟被人欺负了，一向画手的邓太阿对着剑雨楼放了几句狠话，尤其是这句：“江湖找我的麻烦，我可以不计较，但我邓太阿要是想找别人的麻烦，也没人能够躲得掉。”从那天起，江湖上所有人都得知剑神邓太阿有一位徒弟叫李怀念。